廣府故事何其多，我係你哋嘅彪哥。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觀音山嘅典故。話說越秀山曾經叫做觀音山，係源於明朝初期所建造嘅觀音閣。而觀音閣咧原本叫萬壽寺嘅，喺明朝永樂年間啊，都指揮使花英就曾經有一次去越秀山嗰個萬壽寺嗰度禮佛。哇！當時呢個萬壽寺啊就好逼仄嘅，而且咧處於山林之中，來往咧好艱難，一般人啊都留意唔到呢度有一座寺廟嘅。於是咧花英就將佢擴建，等佢咧有氣派啲，而且咧更名為觀音閣。由於山上有觀音閣啊，咁廣州嘅民眾咧就將呢座山稱為觀音山啦。去到清朝嘅時候，觀音閣又經過多次嘅擴建。去到民國初期啊，觀音閣咧就成為咗廣州除六榕寺、光孝寺等寺廟之外啊，有一座香火鼎盛嘅寺廟啊，你哋知唔知呢？